Logitech 嘅工程師俾外星人捉走咗。出完 Super Strike 之後，竟然又有新嘢玩。呢個 G512X 類比機械雙軸電競鍵盤，竟然有靚到癲咗嘅 RGB 燈條，就算唔開燈都非常有質感。配埋呢個折射 RGB 嘅導光手托，呢個電競氛圍我超中意啊！等等先，所以 Logitech 今次嘅 Dual Swap 技術究竟係咩嚟㗎？佢就係有別於市面上一般非類比即機械嘅 keyboard， 開放39個常用 keyboard 位俾你混搭持續加機械軸，頭頂三立倉仲有9粒類比持續送俾你，換落你常用嘅 keyboard 掣，俾你喺競技遊戲入面發揮 Rapid Trigger 嘅優勢，同時保留慣用機械軸嘅手感。附隨嘅 Puller 換完軸仲可以秒變腳架，超級得意啊！再加上 TMR 帶嚟嘅 True 8K 回報率同0.125ms 極低延遲，再加埋 G 盒入面3個類比開關，包含 Rapid Trigger 0.1至4mm 觸發點微調同 SOCD 等等。下一個生化大師就係你啊！甚至呢個雙旋鈕除咗調節亮度音量，G 盒入面一樣有其他功能自定，自由度超大啊！今次 G512X 有提供98同75佈局版本，黑色、白色都有得揀。聽完有興趣嘅朋友快啲去官網買啦！